呢個係成個禪城區好閪偏，但係又做到10月銷冠樓盤嘅項目，金輝輝入雲庭。佢可以做到銷冠嘅項目，最主要嘅原因都係佢係成個禪城區近地鐵裏邊差不多總價最低嘅，兼且個小區亦都好係有誠意。買呢度嘅人都抱住一個心態，就係跪地餵豬乸啦，睇錢份上。偏呢一方面應該唔需要我多講啦。呢度除咗數唔完嘅大貨車同賣唔完嘅瓷磚之外，就冇乜其他嘢。這是你該考慮的嗎？好閪多中介佬同你講買呢度可以讀綠島湖河下，但係佢唔同你講嘅係呢個過去要4公里，兼且綠島湖已經有超過20個樓盤。呢度係個一期嘅小區，大堂、電梯、門口，96方入正面積，廳雖然唔算細，但係一個橫廳嘅設計，簡直令人又愛又恨。一入門口就好閪有誠意，送咗個8個方嘅入戶花園，就彌補返佢冇大陽台同埋生活陽台嘅呢一個缺陷。每個地方都算係中規中矩，不差不壞，可能就係佢賣得好嘅原因。呢個陽台雖然唔算好大，不過望出去風景最大嘅好處係外邊桂華路嘅貨車聲已經俾隔離嘅項目擋晒，呢個亦都係佢賣得好嘅優勢之一。客房有7個方嘅空間，算係中規中矩，但望出去就可以做到一望無際。主要原因係真係好偏。屎坑佢做咗分段式嘅乾濕分離，兼且廁所嘅窗夠大，就唔怕屙完屎之後臭親你老婆。另一間客房佢亦都係沿用咗寧靜郊區風景嘅設計。主人房有15個方，雖然佢冇留到衣櫃嘅位置，但係佢有2個屎坑，兼且呢個窗仲大，我可以稱佢為成個剛需產品裏邊採光最好嘅屎坑。總結一句，100萬嘅總價最有價值就係條地鐵。雖然你班閪佬個個都講佛山人唔搭地鐵，但好似我哋啲做牛馬嘅，邊個唔在乎通勤時間呢？偏就真係好柒偏，不過都係嗰句跪地餵豬乸啦。